徛台湾看世界来关心蔡总统访问的行程。总统蔡英文出访问来到第二友邦贝里斯，由总督甲外交部处长迎接，重点因拢是女性。总统即摆有炸一个，算讲是呢有带一个考察团，因为伫顶一站买真侪物件，伊讲互伊真有面子。 为机场行出来，来到贝里斯，行到飞龙机前迎接蔡总统的是总督查福拉，各外交部处长。总统蔡英文呢，结束了瓜地马拉的访问之后，就来到了贝里斯这里。他抵达这里之后呢，同样有军礼来欢迎他。 请仰的军礼仪式演奏中华民国国歌，蔡总统嘛伫咧机场视察阿兵哥，尾要去交演会场向八国交兵小解随行团员。现场我刚才谈了，我们有考察团的朋友，为什么你们叫自己叫考察团呢？你们不就是来买东西的吗？这话互烧热的气氛熊熊点进入来，直到有人讲这句话。这样比较不商业啦。哦，这样子是啊，好，你们要买什么呢？ 他们要买可可，如果你们知道哪里有好的可可，赶快介绍给他们。我们在前一站也看过他们，他们让我在那个我们的这个在当地觉得蛮有面子的。 我们的坚强的采购能力。副总统真有面子的，到2018年3月开始协助推动羊蛙品种的计划，这当提升贝里斯羊蛙产业生产力的规划。蔡总统嘛特别预告，这也是访问八国的重头戏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